中風係人生裏邊突如其來嘅一個大挑戰，而中風病人喺一夜之間由行得走得，突然變成臥床，甚至乎昏迷不醒，而家屬亦都好彷徨失措。而喺中風嘅復康過程裏邊，黃金康復期係一個好重要嘅階段，所指嘅時間一般係3個月到半年。而喺黃金嘅復康期裏面，我哋嘅大腦神經可塑性係最為活躍、最為高。喺呢個時間裏邊，康復嘅速度係最為快捷。但係，如果我哋嘅中風病人過咗黃金康復期，係咪就代表佢哋完全冇晒康復嘅希望呢？其實唔係嘅。研究顯示，病人過咗黃金嘅康復期之後，雖然腦裏邊嘅神經可塑性同埋活躍程度有所減低，佢哋其實喺康復嘅速度上會有所減慢，但係佢哋康復嘅進度咧，其實係一樣咁大嘅。而臨床上，我哋亦都有唔少嘅成功案例。中風復康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，揀啱合適嘅復康院舍同埋復康嘅團隊至為重要。喺醫事中風復康，我哋會為每位嘅中風病人設計同埋提供個人化嘅康復治療，確保佢哋可以最大程度咁樣恢復同埋重拾返中風前嘅生活方式。我哋過往有位中風嘅病友講得好好，要從現實中學習。而我哋以事中風復康一直秉持住呢一個嘅宗旨，同我哋嘅病友喺康復路上邊一直並肩作戰，達到佢哋嘅階段性目標。所以對於過咗黃金復康期嘅中風病人嚟講，接受復康治療永遠唔會遲。